乜嘢啊帶上嚟咧？你記唔記得咧？我同你拍再創世紀嘅時候咧，我同你都好有型。不過咧，我就其實咧而家咧已經又結咗婚啦，又生咗對仔女啦，頭髮都開始白啦。但係點解你仲係咁有型嘅咧？有相為證，有片為證㗎，我帶咗嚟㗎，大家睇下。天任集團嘅主席方松任先生同埋 NoFocus 嘅創辦人程海先生一同上台。佢哋可以講得咧，香港嘅初創企業嘅代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程海。我就係呢套戲，你就係我爺爺啦。咁我哋喺一個科創嘅發佈會嗰度發佈啲科技，幾叻仔啊！冇錯，我能夠同你即係合作啊，我都好開心。係我嘅榮幸嚟嘅。同我乖仔合作，乖孫啊！俾啲掌聲收歌。啊，好啊，咁你坐一陣先，我幫你唱歌俾大家聽好唔好？嗱，咁樣啦，成日坐咧就唔無謂啦。係，我企喺度陪你啊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但係小心啲啊。你企喺我側邊啦，係咪？係。OK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周柏豪。非常之榮幸可以再次上到修哥嘅舞台，可以成為修哥其中一位嘉賓。希望下一次再有機會可以成為你嘅嘉賓，你一定要記住揾我喎，爺爺。冇錯冇錯。送俾大家再創世紀嘅主題曲《烏托邦》。多謝修哥。在最高目標，望更高停不了，太固執或者輕佻，我心你了解多少？任性怎治療？問太多不想答了，流淚了，最怕未流光。已經天曉，如懷疑別愛我自己可跟我高飛遠走悲歌，還猶豫別信我，有夢想中一個新烏托邦，種滿了花朵，大門並沒上鎖，卻為何像無人聽見我？捉我熱情若沒有結果，又一下花火。好多回憶啊，爺爺，差唔多有成10年嘅時間啦，再創世紀。我哋可以行到嗰邊啦，俾啲朋友影下啲靚相啦。手中白紙，畫暖光和天使，信有一日可開始我的平凡大故事，無雪中疾馳，或我身體像滿刺，其實我只向着孩子，為你寫詩。如懷疑別愛我自己可跟我高飛遠走悲歌。還猶豫別信我，有夢想中一個新烏托邦，種滿了花朵。大門並沒上鎖，卻為何？像無人聽見我，捉我，熱情若沒有結果，又一下花火。如平凡別愛我，這樣偏執的我，恨情你想清楚。迷途時就與我，到夢想中一個新烏托邦，痛快再高歌。大門漸漸上鎖，問誰可透穿這半
手中白紙，畫暖光和天使，是那一日開始，為你寫詩。烏托邦，多謝大家，俾啲掌聲收到。多謝啊，多謝。